开始就麻烦我呀？你不看我找麻烦呐？啊，来，这说话节奏跟人不太一样的队长，帮个号码。现在我可不说话了，有人说6号，八了，决定了，今儿你想有。其实郎祖筠啊，他是一个全才的艺人，18般武艺样样精通。他演戏，然后说相声、主持节目，甚至当导演、教表演，他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表演领域，一手抓，完全都通，都很厉害。我父亲年纪这么大了，60、70岁，他身上还是挂的叮叮当当，都是很多那种新鲜的玩意儿。那郎祖筠也是，他也是喜欢新奇的，那搞创意的人嘛，就喜欢新的事物。那这点他们倒是还蛮像。如果你问我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形容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可能有一些人不会这样子去形容她，但是你只要看到她对工作的专注跟热情，你就会觉得这个女人她十分的美丽。我觉得郎姑啊，你看她，其实她的个性啊，你觉得她好像平常表演的时候，在做这个江山万里情这个郎姑的时候，好像是有点这个像大姑一样这样，或者是有时候她会很严肃，但其实她的个性是非常爽朗的。她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我们都知道，爸爸郎叔是满洲人，妈妈是客家人。小时候，她经常形容自己是满汉全席，带头大哥的感觉，所以她个性也比较男性化。是很照顾我，好，就是说，当然在比方说在外面，在家门口玩哈，如果有人想要动我的脑筋欺负我的话，那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学院派有学院派的问题，象牙塔学校就是象牙塔，没有办法，任何一个学校都一样。我们学校已经算够开放了，小社会，但是一样，学校里面有一些老师，他就是会对你耳提面命，不要看电视，太通俗了。太无趣了，太没有营养了，会把你们脑子看坏。我们进了学院，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啊，奉为圭臬啊。不看电视，对不对？你想想看，我是靠电视台养大的呢。再加上真的学校很忙，没有时间看电视。所以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专家学者一定也是这样告诉他的学生，然后这些人来当评审，一样的这种概念。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还是在剧场工作嘛。可是真的穷到已经连我爸都看不下去了。我很小的时候，最早的一个愿望是小学5、6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看南丁格尔，就觉得哎呦，当护士真的好了不起哦，而且白衣天使好好听哦，我就决定说，那我不如来当个白衣天使。可是那个只是对感觉的一个幻想。等到我到小6的时候，小5是白衣天使，小6的时候开始国庆日开始出现有木兰村。就是女军官出现了，穿着整齐的制服，背一个小包，然后经过司令台的时候，哇，那个帅劲！对我有很男孩子气，我就觉得，我要来当军人。结果6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才知道说那个时候当女军官眼睛不能近视，低于200度。我那时候已经300多度了，我就傻了，那我不能当军人，还着实难过了一阵子。那就干脆当老师好了。因为我的老师都对我很好，那我妈妈也觉得，你知道，父母亲就觉得女孩子要不就当会计，要不然就当老师，好像就是铁饭碗。我妈也这么想，而且师专是很好的学校，在当时，我考上啦。可是我在拿到成绩单跟她一起，我们俩在楼下信箱拿成绩单，当然很好奇啊，多少看，我就这样看，就看了一眼，然后就收起来。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她还很机车，她居然看到我数学考22分。其实郎姐成绩不是很好，因为他专注某一个东西，他其他他就没兴趣。那我给他们三个条件，一个就是说品德要好，说你自己去选择要做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呢哈。第二个就是说不能留级，你有红字我都不管，我不太去注意他们那个成绩啊，就是你只要尽心就好了。第三个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给他们3个条件。我看着那个成绩单以后，我脑子里面出现一个画面，我的天哪！我自己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够讨人厌了，我以后一辈子都要跟这些讨厌的小鬼在一起耶。那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不掐死几个才怪。我不要当老师，我就在楼下把成绩单撕了，我还记得是个粉红色的成绩单，我要跟他不能讲，但是还是被他出卖了。
他很兴高采烈跟我妈讲说，他数学只有考22分呢，被我妈狂打一顿，人家没有书念啊。那之后就没有特别想什么，一直到高中念了这个就是戏剧编导研习以后，开始整个确立我的方向，我要念戏剧，我要念剧场。我在高中而已，所以他一直都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潜质吧，所以是他很积极。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妈妈就有跟我爸讲说，哎，你不是跟很多导播很熟吗？你就让你女儿去跟他们学嘛。我父亲不是很愿意，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看到很多的童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不是很正常的工作环境，耽误了学业，也变得比较老成，跟同年龄的人很难来往，那之后就会变成他们的前途就比较危险，所以我父亲不愿意，他觉得就是你还是要走正规，这样。所以我虽然是从小在电视台长大，从来没有进过 sub， 我没有进过导播的那个 sub， 没有，因为那个我从小就觉得那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不能随便上去的。他鼓励我念书，他完全就是看我喜欢什么就念什么。他说他的人生观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快乐、健康、钱够用，不要做坏事就好了。他是一个非常知足的人，所以他随便你要不要做坏事，不要给他惹麻烦 ，OK 的。他只是不希望说我太早去介入这个就演艺生活的这个部分。可是我去念艺术学院，他没有什么意见。虽然常常会跟我讲说，因为公司里面总是有另外一个学院的，就比方说文化跟北艺大啊，跟艺术学院，那就会有分，就会有派系的问题。其实我本身没有。然后比方说公司里面有那个文化帮的，就会来跟我爸讲说，你的学校不是很好。现在都没有校地啊，然后我爸就会说你们那个学校啊，然后或者说哎你不要理他，是我在念，不是他在念，就很好笑啊。大家所熟悉的客家艺人郎祖筠，在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得到别人都羡慕不已的连环炮的演出机会，但是那时候的他却想要拒绝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原因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客人欢迎光临，带你们了解郎姑背后的故事。那郎祖筠真正的进入到表演的电视的演出呢？那第一个节目的开启他的呢，其实就是连环炮。那个时候呢，很巧，就是当然也要看我们的综艺之母柴智屏。当时柴智屏还是不是那么，他是一个小制作人，发掘郎祖筠。当时有个角色呢，是一个短剧角色，需要有一个老太太角色。那当时有个资深老演员，他不太愿意演，因为他觉得把他年纪演老了。那郎祖筠就演老太太，可以来演，就开始演。直到后来进了连环炮，还没进去哦，人家只是找我谈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焦虑。我想说，天哪，我要怎么跟别人开口？我的朋友怎么看我？我是学院派的耶，我要去演短剧耶，连环炮哎！我虽然自己都还蛮喜欢看连环炮的。不清楚啊，你们都是我救出来的。您是谁呀？我是总教练。因为总教练并不代表是总播报。我说是的。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你们是国际恐怖组织追杀的嘞，我们要结合我们播报的力量，才能够消灭敌人。对不起，光凭你们几个就可以对付国际恐怖组织吗？当然可以。可是这怎么说得出口啊？一直到有一个剧场的前辈，我们到现在都还保持联系啊。一个前辈，我就跟他就是红着脸跟他讲，我说我去演连环炮了耶。然后他就这样看看我，就说你不会觉得我很糟糕吧？很堕落吧？这一类的。他就笑笑的看着我，他说你不就是学表演的吗？现在有个地方让你表演，有一个场域让你去发挥，这有什么不好呢？它一样是表演啊，看你怎么看咯。我这时候才回头想到啊，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有说过，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只要你用心去演，那个角色会被看见，那个角色它会存在的意义会实际，然后我就释怀了。但是演连环炮演久了，他每天不是演什么比如用怎给他介绍职业，要不然就是金炮奖、京剧什么广告京剧奖，要不然就是什么中国明星史，一直在换角色的状况。
人家认不出来你是谁，只是觉得面熟。你是那个演电视的齁，你是那个很好笑的齁，甚至还有最坏的，就是说啊，你在电视上你38那个。那后来再让郎祖筠在电视圈奠定他在综艺节目领域或主持节目领域一个不败的地位呢，是华视的《江山万里情》。好，那这个节目是讲两岸，当时在很早讲两岸的一个节目。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郎姑的单元，郎姑就介绍一些大陆的风土民情。因为郎祖筠的那个声音，我们刚刚讲，他因为学表演，然后学过很多东西，所以他整个的声音表情是非常字正腔圆的，尤其那个年代。所以呢，其实他演一个这个大陆妹郎姑啊，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女生真的是来自于大陆，真的是一个大陆妹。其实她是我们的一个宝岛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一直到后来去接演了《江山万里情》，这个台湾开的第一个讲有关两岸的，用两岸的状况来做益智节目的。万福，夫人晚安，郎姑在这儿给您请安了，又在江山万里情里头给您伺候着。我跟您说啊，今天来的那2对啊，一个叫十拿九稳，一个叫十全十美。可是在我看来呢，怎么跟进了乌龙院似的？跟您说这么多了，大伙儿就赶快看看今天的节目。老爷夫人，待会儿啊得了赏金，别忘了给郎姑我打点赏。当年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新人，得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啊。然后虽然说他们就是希望郎姑这个角色是很活泼、很讨喜的，所以从头到尾是没有脚本的。我就每次来什么人，我就先去访问他，说我要怎么介绍你。然后我是看着 monitor 出来一个介绍一个，出来一个介绍一个，全部是在脑子里面先准备好即兴出来的。包括他说丢问题出来，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来，因为他们可能会翻到打题目板的时候是状况来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带着我的手绢儿。带着我的丝巾，然后就走出来。老爷吉祥，夫人万福，有什么问题吗？状况来了，问题不大，郎姑来帮您搞定它。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呢，其实是在《江山万里情》里面这个郎姑的角色。我想大家记忆犹新，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郎姑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里面的经典台词，当时很多的观众都可以朗朗上口。只是到后来，因为新人的时候也没有经纪公司什么的，结果这个节目后来报金钟奖，其实我算是主持人之一，怎么说是个助理主持嘛，但是，可能也是新人各方面，我当时只觉得很受伤，报金钟的时候没有报我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在表演的这个领域当中，郎姑永远给我们大家很多的惊喜。之前她入围过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也入围过金钟奖最佳的这个社会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可是你看到这个女生，就是一个除了美丽之外，她还是一个千变女郎。她的演技，她的作品，她永远有惊喜。我其实，在高中的年代哦，有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很迷，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因为魏龙豪先生是我父亲的同事、老朋友，所以我就怂我爸爸说去讲了，叫他叫我讲相声啦。那时候魏叔叔就说，不是不能说呀，但是你这个说相声很辛苦啊，将来你要靠这条路挣饭吃，没有那么容易。先把书念好，现在才高中嘛，你现在可能好玩啊，大一点就不一定了。你知道不知道宋代有个苏季子啊？谁？苏季子。不对了吧？苏季子、苏秦，不是宋朝的吧？不是苏东坡的哥哥吗？苏秦是东周列国的，差不多少，反正差不了多少，差着1700多年呢。照你这么一说，后来考上艺术学院了，然后等到大2的时候，魏叔叔的儿子也进我们学校了，他现在是新舞台的这个，他算什么？不知道他应该叫什么舞监吗？还是更大？我不知道他的职称。他的儿子是我下一届的学弟。然后记得2年级的时候，魏凯还跑来跟我讲说：“学姐，那个我爸帮你把艺名都取好了，就表示说魏叔叔有在考虑这个事儿。”那我就很高兴啊，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学啦？还记得那个时候，他给我取的艺名叫郎嫣，嫣是嫣然一笑的嫣，就是说相声的艺名。好高兴哦。然后当然了，那个嫣如果没有写好，就很像郎妈，嘿。就请他回去问魏叔叔，那我可不可以开始啦？魏叔叔又笑笑的说，反正你现在都念戏剧了嘛，先念书，你毕业了之后如果还想的话，咱们再考虑。好严格哦，当时不懂他的用心。其实我觉得郎祖筠他最
最不错的一种学习是他的不断的在精益求精，不断的在学习新的东西，包括后来奠定他的表演的这个剧团的一个很大的基础的一个相声这个东西，相声的领域，他在拜吴兆南大师为徒弟，也是吴兆南大师的唯一的女入室子弟。那相声当时来讲，其实在说学逗唱来讲，相声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所谓传统的一个表演艺术的一环，但是比较少女生去学相声。那尤其在演艺圈，当时男生还有一些，但女生非常少。那郎祖筠是第一个。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吴兆南老师之所以会收这个郎姑为徒呢，是他的二师兄侯冠群牵的线。那侯冠群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也因为侯冠群的关系，所以郎姑就成为吴兆南老师门下唯一的女弟子。客家艺人郎祖筠精湛的展露江山万里情的郎谷主持之后，其实并未在金钟奖上提名，这其实对他而言是非常大的打击。但老天爷却悄悄地给了他在台湾只有他一个人能达到的成就。客人欢迎光临，带你们了解千面女郎郎谷。等到再过一年的时候，然后这个侯冠群啊。就不是魏叔那时候还没走，是侯冠群带了我师父来看表演，看我的 talk show 表演之后，他就在旁边就怂，你一直称赞他呀，他们相声又不收女生啊，你称赞他有什么用？我师父说哪个讲的相声界不收女生的，他们怎么不收呢？说那你收啊，这不是我说收就收，人家不一定答应啊，是吧？这不能那自个儿说呀。就侯冠群打电话给我，怎么样？我师父有点想收你做徒弟哦，你要不要拜师？我当时就觉得听到轰的一声这样子，然后我打电话给当时的经纪人，我当时的经纪人也非常非常的高兴，他因为他的父亲也听相声，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父亲，他父亲说了一句话，哎呀，这是一个福报啊，好好笑，你知道？我就在一个有一点慌乱跟受宠若惊的状况之下就拜师了。于8月26日收郎祖筠、刘尔金等4人为弟子，授徒大典一切依古礼跪地举行拜师仪式。吴兆南先生上香拜祖师，学生们则行拜师礼。按例，师父发给每个徒弟一把扇子、一条毛巾及一个金碗。可是师父吴兆南不知怎么的，似乎有些偏心，为什么给唯一女弟子郎祖筠的碗比其他人小呢？我的碗他这是纯金的，他们那是假的，我是真的，所以我的比较小一点。这叫男女有别嘛。反正不打紧，郎祖筠还有一群姐妹淘来送扇祝贺。可是我后来终于明白魏叔叔在讲的，他为什么要等，就是他说的，你如果真的以相声当职志的话，其实是一条很辛苦跟孤独的路，不是只要会说，你还会创作，你还要遍览群书，你还要对生活做细微的观察，你还不能说错字，有很多字的出处你必须考究。所以他希望我先把基础的表演学好了。相声是要很强大的表演能力的，模仿能力，说学逗唱不是说说而已的，是你自己每一个人背了都能说呀，背了都能上台，那为什么你能够说的让人觉得吸引，别人会想听你说一样的段子，听你说8遍他还是觉得好笑，那就是在表演能力。我终于懂了他的用心良苦，所以那进了吴门以后，然后师父就说，像我们几个叫带艺头师，就比方说像我跟冠群跟尔金，我们是已经具备了表演的能力进去说相声的。那刘增凯跟樊光耀他们是已经说了10年的相声了，尤其像刘增凯，他又能写相声秀才啊，秀才，所以呢，他们就我们就算带艺头师。魏叔叔又走了，我师父也是因为魏叔叔走了，他觉得门不开不行了，一定得传，所以那一家伙就收了4个人。郎祖筠拜吴兆南为徒弟之后呢，他也把这个相声的这个基础，后来学完之后带到了剧团。郎祖筠跟剧团的关系，最早是绿光剧团，他跟赵自强2个人在做搭档合作。后来就是2000年，他自己成立了春和剧团。那这也是郎祖筠在他整个的表演艺术来讲，他的艺术领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剧团。那春和剧团的第一出戏就是结合相声跟戏剧的表演。他戏剧系毕业，其实他的理想是在舞台上，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要走电视，
他们并没有，他就是想要在舞台剧里面发展，所以他也跟人家合伙弄了一个剧团。那可是也不是太好，不是太好。那所以呢，就欠了一些钱哈，因为大学毕业没什么钱嘛哈，所以就有跟人家就是欠了一点点钱。其实不是欠谁钱，是欠我妈钱了哈。就是剧场演着演着，你大概都是被别人认为你可以演什么角色嘛，然后你就开始意识到说，哎，奇怪了，好像以女角为主的剧本不是很多，那就算有，也不过就是跟男角是平衡的，很少有凸显女生的故事。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当时当然我就有去跟一些剧场，就是开剧团的朋友在聊哦。那可是就是可能大家想法不同吧。于是我就生了一个念头，那我就自己来做戏啊。那于是这个念头一来了以后，我先跟我弟弟聊，我弟弟就说不要了，因为他那个很看清楚我这个人不太会管这些事情，他说不要了。但是他后来知道我很坚定，他还是有在旁边有帮忙一些怎么样去成立，有一些很行政的东西，常常还是问他。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个好朋友，他现在是那个嘉映电影公司的这个总监，我就跟他请教这件事情，你觉得好不好？他说阿郎没有什么不好啊，只是你要成立一个剧团，那你这个剧团要有风格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道理，然后我想要写一些女生的故事，我想要让女演员有一些发挥的空间，就他就帮我一些忙等等的，那就这样做起来。远山含笑，春水。那春和剧团当时其实创造了非常多，在郎祖筠的经营之下，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脍炙人口的剧。那包括了有一档这个《欢喜鸳鸯楼》，它是一个武侠的喜剧。那这个《欢喜鸳鸯楼》后来改编成了一个电视剧《爱情瓦萨米》。那这个剧后来入围了4项的金钟奖啊，也就是说，其实郎祖筠后来其实他不管在舞台剧也好，电视领域也好，他几乎是把这种所谓的表演是融汇成一种状况的，包括他的主持，包括他的相声，包括他的剧场，包括他的演戏，他几乎是混在一起，然后呢，用各种的把各种形式结为一体，然后用他最经常、最精通的一种热爱的表演散播出去。所以郎祖筠的春和剧团当时对在台湾的剧场界来讲，它的影响非常大，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团。就是因为求好心切，坚持打造最佳的舞台效果，然后要用最好的设备，所以春和剧团呢，它一出剧要500万到600万的这样一个经费。你想想看，这样的经费是一般剧团的2倍左右了，这对剧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我不可能因为一个戏不好就停下来啊。其实那个戏之后开始就有一段就觉得很冷，不好卖。不只是我的剧团，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会减少演出的，比方说我们本来要演10场，因为票房的关系，我宁愿大家浓缩，那就不好意思，有一些买后面场次的朋友，大家来换票，这样子也有这种情形啊。总觉得要拼拼看呢，总觉得要拼拼看，就这样子盯着啊，才会越盯问题越大。对于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他会一直执着下去的。别人怎么讲也没有用啊。可是很可惜，就是因为台湾对于剧团来讲，在那个年代，其实不管主管单位、主管机构也好，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补助也好，
并没有非常的周详去照顾到每一个剧团，因为台湾的剧团非常多。好，那其实大剧团、小剧团，那郎祖筠的春和剧团属于一种中上的剧团。那它当然不像屏风表演班或者是这种很大的那种大知名度的剧团，所以有的时候它会在经费上或会在这个补助上被忽略。我们的这个艺文活动常常伴随的就是说，一呢政治活动而有所左右，二呢经济状况而有所波动，三呢天然灾害或是人为灾害而有所变动。碰到 SARS， 谁出门啊？碰到选举，比较爱买票的那一边，精神疲软，没有人要看戏，就赔啊。那你碰到经济活动不是很旺盛的时候，饭都没得吃，看什么戏啊？客家演员郎姑从小而言，戏剧一直都是他最渴望的创作方式。就在他所创立的春和剧团经营了多年之后，面对到了空前的挑战。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这不就等于是看着自己一手所生下的孩子生了病，却只能束手无策。客人欢迎光临，带你们进入郎祖筠心中的痛与郎姑心里面柔情的一面。其实外在环境呢，往往会影响一个剧团的一个经营。为什么呢？像那一年刚好碰到 SARS， 还有总统大选的这个枪击案。对春和剧团来说呢，那年的财务缺口就高达了700万。那怎么办呢？除了春和一方面，他们开办了戏剧教学中心，那另外一方面，郎姑也开始上节目通告或者是接戏，来弥补一下这些财务的缺口。10几年前，我跟我的好朋友赵自强，我们两个成立剧团是同一年的。我们那时候成立的时候还在飞碟电台主持节目，我记得小燕姐礼拜天来做节目的时候，看到我们两个人，深深的看了我们两个一眼以后就，你们两个疯子啊，就讲了一句就走了，这样子。好了，外国的剧团来了，国外的演出来了，人家那是什么经费啊？我们是什么经费啊？然后你不要随便笑说，你看人家可以做，你不能做，你给我那个钱，我们做的比他还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钱就能做这样啊。有没有用的还很少嘞？我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在做那个 Phantom 的时候，国外的团来了，他们要甄选20个做舞台的来了，国内最好的20个都来了会通一点英文，然后能力最好的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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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再甄选20个做灯光的。我在哪儿见过你？你上次不做舞台吗？你也会做灯光啊？会。然后再来20个 crew 是要 run show 的。你怎么又来了？哇，你们台湾的人很厉害耶，身兼多职，没有办法，这一直都是我们这个影视工业里面产生的状况嘛。所以你不能，那就你来啊。所以你，除非你怕高，不然你也可以上高梯啊，等等的。所以就是很辛苦的在被这些东西波动，再加上因为我一方面我的精力全有一部分要在影视这边，我要赚钱养家，所以等于说我把我自己赚的钱又丢在剧团里面，再去经营，再去弄，后来其实蛮辛苦的。就如果说有一个，因为它一个连一个是很紧，就是怎么讲？它是命运共同体，所以有一个戏因为以上刚刚讲的一个原因，砰一下挂掉几百万，全部就被影响。就是那个票子开出去，钱还没进来啊。然后那当然经理就会来说怎么办哦？那这个礼拜2如果那天也是礼拜5了，礼拜2如果钱没有进来的话，就要跳票了，几十万嘛。那郎祖筠他经营得非常辛苦，所以他自己用他各种其他的主持跟表演来撑这个剧团。可是呢，这个剧团呢，一直到2008年，那因为很难经营，因为剧团的开销太大了，你不断在软硬体的这种不断的重新要投入，然后你的这种所谓要建立人才的培育，都是花很多钱的。所以2008年那时候，郎祖筠就在最后一出戏，他含泪宣布他要结束这个剧团，当时也让大家非常的扼腕。这次在票房上面是春和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挑战。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社会变乱了，人心不古了，很多事情我们不懂得珍惜。春和剧团在3月1号才满2岁，我不希望他在推出第4个戏之后，我们必须要用非常悲伤的态度跟大家说，对不起，剧团我没有办法经营了。我们也不愿意这次的经验
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因为你要负责养一个办公室的人，你起码你每个月薪水还是要付给人家，所以这个赌我不敢赌这么大。如果我一个人的话很难讲，但是我带一个团队的时候会比较小心一点，这样子，所以就没有想到那么多，反而是觉得说到一个点的时候可以先休息一下，那就是感觉嘛。那要再做戏的话 ，OK 啊，我觉得我准备好了就会开始啊。然后我就安慰我的那个经理说。没关系，这个事情我来想办法。那这个戏我们已经筹备1年了，如果真的有事的话，真的星期二钱没有进来的话，跳票了，我先去坐牢，你先把事情给我做完。票据法没有关很久，3个月我就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刚好演出，你知道吗？我可以这样跟他讲到，我们那个经理叫浪姐，那当然没有发生啦。当春和经营这样，春和剧团这样子辛苦的经营经营不善告终结束之后，其实。剧团的环境，台湾剧团的环境并没有获得全然的改善，尤其是讲中小型以下的剧团，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苦衷，或者没有主办单位没有去照顾到的这种困境。譬如2011年这个纸风车剧团，小朋友的剧团，他们还发生过，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呢，小朋友其实并没有换衣间，而被迫在舞台上换衣服。那其实这个跟狼姑当时他的这个春和剧团结束之后，其实狼姑很苦心的有提出来过，希望他的剧团结束不是一个画下休止符，而是另外的开始，希望能够政府有关单位能够注意到所谓的文化表演艺术，所谓到这种没有本身很雄厚的资金，可是愿意为舞台经营，为了为表演艺术而传承而尽份心力的剧团。他当时更呼吁说，其实有关单位可以更照顾这些，不用把自己局限，你反而承认了这个失败。让你退一步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视野更宽。而且在那个时候宣布这个舞台剧的业务暂停的时候，我就觉得台湾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所有认识不认识的，尤其是不认识的，走在街上看到很多人一家人推着脚踏车出来吃饭，看到你了，然后就加油，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要坚持哦，我们好喜欢你，甚至只是眼睛看到你，然后他说我就那种在告诉你说我知道了，你要加油，我在看着你，你知道那种感动。还有计程车司机就说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不要收你钱，哈哈哈。我说还不至于啦，我说你也是赚钱养家，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是反而获得了很多正面的鼓励，然后也让我空出很多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媒体很多。报章杂志也很多，常常会有一些误导，因为在电视上出现或是什么，在一些活动里面出现，大家一定是穿的最光鲜亮丽，或者说 model， 他们穿的一定是最流行的衣服，戴的是最闪亮的珠宝，那些都是电视或是影视或者媒体呈现出来，在他们的职业的需要。但你要知道我们很多衣服是厂商提供的，也不是我的，珠宝也是人家提供的，也不是我的。所以，如果你对表演的喜爱是来自于这些虚幻的话，那我劝你不要，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工作背后有多少的辛苦。比方说 model， 因为长期穿高跟鞋，脚趾都变形的这件事情 ，model 常常感冒，是因为在冬天的时候要穿春装。那演员也是一样啊，因为比方说像以前包青天，金哥为了要演包青天，40几个钟头黑色的妆没有下来，后来那个颜色都沁到皮里面去了，你愿意吗？然后有些时候不是排的大小，等一个戏，等下一场，这场就是拍不完，就是有状况，你一等了6个小时拍戏，你可以吗？你可以接受有 case 的时候很多，没 case 的时候很穷。在报纸上报章杂志看到那些赚高价高收入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你的本质在哪里？你是真的喜欢表演？在演艺圈这行饭其实是不好捧的，很多人其实在这个浪潮当中是很快就不见了。可是我看到的狼姑，她具有客家人的这个血统，她能够唱歌，能够表演，她的戏剧演出也非常的亮眼，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千面女郎。所以我认为她的演艺之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宽广的。千面女郎的客家演员郎祖筠，
不断的跨界的表演里头，其实在这样的成功的背后，一直支持着他的是他的家人。郎祖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回到了客家的文化上，致力于推广家乡的一切。客人欢迎光临，我们带着你们一起分享郎姑郎祖筠他所有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其实郎祖筠他这么多年来在表演、在戏剧、在艺术领域上面，他发挥了客家人那种不懈怠的精神，而且是非常努力向前的精神，而且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那我觉得他如果要讲客家精神好了，我觉得郎姑给客家精神，在他身上血液里面所流出来的对于艺术、对于表演，然后对于戏剧的热爱，跟他的客家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就有流露出了一种非常完美的自我要求跟自我完美的一个得分跟表现。我也不吝于跟大家分享啦，你们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大家。灵感是不能催促。退！请你帮我把这个礼物送给隔壁的小妹妹。老板果然有学问，经典的。我妈妈是客家人哦，所以你会？对，所以客家电视台的关系还可以。OK， 我有在那里主持一个儿童节目。你客语是讲得很溜那种啊？本来不是，因为住台北都没有讲，但是我小时候每一个暑假都回舅舅家，所以正音正得很好。客家电视台那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他做的大部分都是那个单机实景嘛，他们做的大部分都是单机实景，他们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就比较是像轻松一点的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好，我们来做一个棚内的一个喜剧，然后做一个棚内的喜剧。那我故事我会帮大家讨论，我找到人帮忙处理这部分，然后也都觉得还不错，就开始进行这个比较长集数的。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40集，客家电视台做一个40集的这个连续剧，时间非常短啊，时间非常短。那因为他相信我的制作的这个能力啊，那我很快的就把这个东西给组起来了哈。那可是这个就很伤脑筋了。我们在讨论啊，跟客家电视台讨论这个剧名就一直搞不定，都没有想到一个说很棒的，你知道吗？都没有想到一个很棒的剧名，那是伤脑筋。我后来就想说，好吧，那反正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就想说，那我问她看看好了。鼓手你用他强爽嘅，大家全部他熟悉嘅神法戏剧按钮，让他们比较能够进入这个戏剧表演，因为平常嘅神法差不多嘛。那我就係观众朋友看起来嘛，较强松、较强口。松嘎哈沃讲的就是以前客籍的人来台湾的时候，因为已经没有地了嘛，都比较山坡地，所以他们的邻居会在上面，有些邻居会在下面，所以一个谚语叫松嘎哈沃，上家下屋，讲的是左邻右舍的意思。这个剧名是我妈想的，哇，所以她也参与在里面，她也很快乐。尤其是去年我父亲过世以后，我也很担心我妈一个人，然后我又很忙，所以。我觉得能够发扬到它属于我客家这个部分的血统，算是我对母亲的一个致敬了。松嘎哈布，而且上家下，我听了，我觉得这名字很棒，就是国字看起来很有感觉，家跟屋。那客家话讲起来呢，又是有那种邻居的感觉。然后我就跟客台讲了，他说哇，大家都没有意见，觉得这个名字太好了，所以。因为这个关系，那我妈也很高兴，因为她一直很想参与我们，但她一直无法参与啊。你也知道嘛，妈妈就说如果能够参与小孩子的事情，她就很高兴。我们都是5号出生的，一个4月，一个11月，所以我其实说真的，妈妈怀了一个弟弟，我是非常高兴的。从妈妈怀孕，然后确定是男生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就每天在等，哇，有一个弟弟，因为你知道，几乎5年的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玩，然后虽然住在那个就是
省党部的文化工作大队里面有很多同龄的或接近年龄的玩在一起，那搬到台北来以后就没有了，就是我一个人，所以就一直期待那个弟弟。虽然说我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几乎天天是躺在床上哼啊哼的，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每天就等爸爸下班，然后还要做饭，然后等等，然后有他很开心。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很勉强的要抱他，就是他刚刚才满月还是干嘛的，就包的这样子一大圈。可是其实小孩抱小孩很危险，然后我就是死命我要抱他。他小时候又很胖哦，我妈妈很会养，我们小时候都很胖啊，所以那个感觉小时候差很多，差很多呢。就是那他都喜欢他在家里玩的时候，他喜欢当那个大哥嘛，带头大哥的感觉，所以他个性也比较男性化。有一个男生是全校最凶的，他去了以后，把那个最凶的男生打哭了。所以小时候其实到底都是比较是谁在带头，然后谁跟着在模仿。他带头啊，我比较大啊，当然是他带头。对啊，我都会假扮，我其实没有演王子，我比较喜欢演公主。哪有？他都演王子，他都把我扮公主。都有啦，但是他常常也会扮那个奴仆，就是他要服侍我。就是被他虐待啊，说的都是佣人啊，一般就是那种佞臣、弄臣。佞臣嘞！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恶心。现在让我们一起收看《小人物狂想曲》，大家用力划呀，不许偷懒呀，谁要敢偷懒，那就去喂鲨鱼呀。我的话是比较早一点的话，就是你那个时候你歌唱节目，要不就是唱进化歌曲、艺术歌曲，那你就难得出现动感的人。那比方说像欧阳菲菲，她就算是非常动感的，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常模仿她。另外一个就是万沙浪，因为她会带一些舞者跳那个原住民的舞，那就会学起来。那大概是这样子。她的话比较是高凌风。对啊，对，我比较是模仿高凌风。他弟弟说他是侠女，但是侠女也要有旁边的人支援啊，不能一个人独撑，很累啊。所以有什么事情还是可以找别人帮忙。讲什么恶心话吗？我跟我爸一样，不太会讲恶心的话。这倒是真的。如果说是要祝福啦哈，鼓励啦哈，基本上我比较建议的就是说，其实这不能讲祝福，其实应该就是一个期待吧哈，一个期待，就是说。我希望他在被肯定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见得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更广，在世界被肯定。我认为这个是我觉得对他的一个期许跟期待，这不是只是在台湾，或者在亚洲，那甚至可以在更多的地方能够发光发热。一般讲硬讲啊哈。但是这个郎祖筠好像有一点哦，因为他对他自己的事情非常执着。但是我觉得人不是万能啊哈，也不需要说什么东西都是自己把它承担啦。因为旁边还是很多能干的人可以给他分担啦哈。其实硬讲一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词，硬讲它有一点点是倔强的意思，它不完全是正向的。那当然，现在已经被普遍变成说是一种很坚持的精神，也 OK 啦。那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挑战，生活严苛的挑战是不服输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他们一直迁徙嘛。你在这里才刚刚有一点感情，你又因为战乱又要跑了，所以他变成说，他在这个生活当中所有的磨难，已经在他的血统里面变成一种习惯了。那面对挑战的时候，通常都不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先放弃，而是会比较是想象说不然要怎么办？那这个个性会比较像是结果论。我自己认为啦，就是说我到底要这件事情它要完成到什么程度嘛？这件事情到底它结果是什么？如果这个结果它是必须要去完成，是不可改变的，那就做啊，想办法解决嘛。如果他真的是不需要被怎么样的话，停啊！我不要再我那损益表的问题嘛，就不要再弄了嘛。
如果要的话就是想到结果，要不要做，一定要做，连动都不能动的话，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想办法解决，不然那个东西永远在那里，你也没有办法前进。我的建议的话就是说，这个做侠女做侠女是 OK 啦但是那个要看什么地方这样子，就是不要，通常侠女就死得很快，那侠女就死得很快，大家都知道故事都这样演都到快死掉之前，然后才被人家知道她是侠女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不用这么的冲动，有些事情不用那么冲动，我已经好很多了。对，就是三思而后行。死亡吧，应该说叫不能动弹。就是我跟我先生讲说，如果有一天我中风了，就是我连替自己拿一杯水的本事都没有的时候，那就赶快让我去了吧，因为太可怜了，我还得要靠眨眼睛写书，我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时候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演到不能动为止。可是你说这个脑子里面的想象力，它会不会停？那真的只有死掉才会停了。如果说是表演，我自己的表演的话，大概要演到演不动吧。但是对于创作这个事情，脑子它还是会一直想可能就要想到它不能思考为止了，挂了。